好吧呀，阿拉法里说吧，对吗？过去这样买的吧，那马来西亚嘛，也摆不如么啦，过的，阿拉没啥不买盘的吧嘞，这边嘛好吧，阿空你说马来西亚吧嘞，阿空你在好吧嘞，马来西亚好吧那有个的，西部的老你在这个昂达罗吧，就那样你个不拉哈是个你别个，三个乡里个碰在面呢，俺嘛老没，因为不在那吧，那俺老路嘞。但係啲一個老路上嚟，但係路老沒上嚟，所以就被不嚟，所以就嚟路給嚟辦呢。就不嚟，所以喂，老闆，現在還招人嗎？喂，老闆，現在還招人嗎？沒有人辦呢，你媽媽好，老闆，現在還要不要員工？老闆，現在還要不要員工？沒有人辦呢。然後你沒有人辦的，老闆還要新人嗎？老闆還要新人嗎？沒有人辦呢。你看吧，你别给他提个，那我要说要，我还要新人，也这个关你别俺们马路牛，也别不想说给，我是缅甸人，我是缅甸人，你那边是缅甸人吗？那忙拍嘛你别给，马路牛看了都没想说给，你那边是缅甸人吗？都没有人白呢，你小子很给没有人白的，没有的，阿龙靠到你拍巴子。